到了，想不死也打的。那名字多还是啥？都往我的噻。这些真的看不会，那看年纪一样的给真的。你看大伙儿是你只不过看给么了这得有谁的话，经验嘛切切，拉黑嘛切切。跟他打噻，行哥，森哥，跟他打完哥，好，来，小气给不吃？那几给吧，那实力没得话呢。那你要不啥他点米呢？只是切不的。哎呀，那实力这是小事年的不对，这木头呢就把他拉黑了，但得惩罚他，你们都凑去去。行，把他拉黑是吧？行。我说给这都装了，最多。再来打。你现在在拉萨吗？好，俺连上月。行，我说了给你定另外一个惩罚。可以。我不说。那拿那成嘛的。好。来，家人们收拾6分呗。现在手饭到了。哎呀，感谢崔林哥送出来的10副墨镜啊！我那个豆啊，谢哥。我靠，还真不得不说啊，兄弟们，崔林哥还是不骗我。那上的像不像阿多再借给我？上面的阿多就两个点赞都是啊，家人们好不好？我的亲爱的家人们，点赞一下。来，孙子，我没菜了，普通是第一节的，不进去了。我都没进去的，普通是第一段的 A 的戏呢。天花嘛意思啊？那年说的把我们的永远人嘛的我都。这个应该够了噻，还玩嘛？这个不给不让普通哥待遇去的。你经常干了普通哥一看清嘛？普通哥进上班了的，我普通哥刚刚我呢。拜拜睡了噻，等一下哥，先等一下，等3分钟吧，3分钟你急啥呀哥？可以的。这里些什么呢？你们看些直播嘛，这边有点远了是吧？你那个小西西，你那个小西西有没有加5个人的小西西？4个兄弟，帮忙过一下加成4个。那个小西西家人们，东朗哥欢迎这好久不见，5个人的小西西上一下家人们，谢谢毛兰，谢谢他真的，谢谢。大部队出来加成过一下。差3个小西西，3个小西西。大部队出来过一下加成，快！大部队，给我去，家人们加成过一下，还差2个小时。现在已经是在加成了，兄弟们。你加成过才从可对加成。还差一个小西西，我拿走。你玩啥游戏啊？你妈的老巴是。给我去，家人们还差一个小西西。然后加到就挤压这个，现在加成1.5倍，冲！给我去小西西一个，你们这几个小西西上的，求你们了。这个加成不要这样，家人们。对不起，家人们，后面有大哥的话，一个那个上一下，谢谢，多谢了。现在上家人们1.5倍加成开始了，欢迎小伙子，欢迎。现在上加成，现在是加成，把那个精密的票压一下，拜托你们了，家人们。不挤压的，他想不想？感谢我大姐送来的飞机，谢谢。土哥，我不说了吗？不够了，应该赢了噻，推给他的4000票是3的。来咱们后面有没有大哥帮我种出一把？兄弟们，现在1.5倍加成，兄弟们，帮个忙，快！现在加成55秒，还有55秒，哥，拜托了，司令哥。家人们，后面有大哥的话，种出一把。给不了，行。哎呀，谢我哥司令再次送出来了10副墨镜啊！再次感谢，还不够，兄弟们，咱其他人能帮的话帮一下，拜托，咱其他人能帮的话帮一下，或者呼兄弟们，拜托了，得帮啊，这不能不帮啊，兄弟们，欢迎诺诺啊，兄弟们，还有23秒，还有20多秒。最多20多秒，还有20多秒，拜托了。这个边上感谢送来的飞机，掏钱了大姐，咱来上，说好了啊，哥的拉黑几个多年的那对的一个，我不是给这东啊，通州的那个。他上，搁广东中介上来了，大姐。我们哥没钱了，谢谢。
你之前那个你什么时候亮的嘛？就那个点完转心动不是？哎呀，你说的那个我也没了噻。行哥，没事，谢谢牙齿。你说的对，我这个没过分的。好的，欢迎我欧小白，宝宝给我上个票。宝宝和毛线给。哎呀，感谢我宝宝啊！感谢我宝宝给你宠爱啥的，无言死。没去过我你吗？没有。还懂了，你是同我的俺四代给没事，让俺念吧。感谢特谢南大姐，谢谢。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特谢南大姐。惩罚是啥？惩罚说好了呀，但是你报是谁你得拉黑去，那边没对的。就是拉黑去的。从啥子零啥和啥子对不对？歌词人嘛。啊，对。行。这样不好吧？人家给我刷礼物，我还把人家给拉黑。那行，你站起来给我大姐鞠躬3次。啊，这没问题，我靠。这边大姐叫啥名字来？我看，最什么？最毒妇人心。谢谢最毒妇人心姐姐给香不香上票，谢谢。跟着我多点的条件。你站起来的话，不是我喜欢的菜的噻，都是点的我噻。我站起来，我靠，我挺胖的哦。不胖的。我真的很胖哦。我70多斤。啊，跟那是70多斤了的。就还要乘以2呀。妈的，这我知道70公斤，140多斤对吧？对。76吧，应该是76。标准的是吧？154。够用了吧的？香不香？啊，姐姐。啊，弟弟。啊，姐姐给我个药费呗。啊，药费我才开播的去年了，我好几天没开播了，我都真的是。所以今天要给一个，就叫开门红。不知道你得给哪？大的多的时候，你平时练的那个，你要肚子大的那种嘛是，不是肚子大的那种也不喜欢。DM 着呢，我带一些加咕噜那种什么事？但今年我得那个。还得啥？没，俺们这边加咕噜那种什么事？反正要回我的也没啥子我的。没有。要请的闭嘴噻，给闭麦噻。为什么要闭麦呀？你在你们的练习时，你给起那么多的哪里我的？他喜欢肚子大、酒量好的叔叔啊，这样啊。俺那叔叔那不理由嘛呗。大要亲，香不香？完了要紧我。是喏。Enda desse chegou em 8 custas de horas na guerra. 对面的。俺那大爹嘛大。Mas工作老出去的是那工作呀的，香不香味道一道哈么的。咱们把是。绝对。然后最后的身高。身高170。啊我耶，身高也可以，我操，真的。都说什么？咱们80哥今晚帮我打一点票好不好哥？让他把美颜关了噻，我打不过他，我让他怎么关呀兄弟？可以，美颜关也可以啊。那关一下来。妈的，卡起钱让那票给打。那这么多人？让没呗，咱们2个改天约一个大型 PK， 你不会让经常粉丝开始看的就开始这个，对了不懂啊？他喜欢肚子大的、酒量好的叔叔，还有让他把美颜关的是我的，在一起是我的，你个是他的你个，你说，你们都没呗？直播期间跟你做个美颜嘛，还有这些直播间，你们看我配不配他？他的保持些都发誓，我看一下你的多少真的。
管理员下达还是？你让直播关掉的，我关掉。姐，你多大呀？现在？你九几嘛？但你天天问，你烦死了。不是我忘了，我忘住给你。我96的呀。96。哎，兄弟们，真的风雨犹存啊！其实我喜欢性格挺大的，你喜欢听那我直播的呀。这个七姑真的是有点烦，对不对，兄弟呀？啥？他就喜欢看我的直播，又啥姐啥？我这边有个黑粉，七公红七公是对吧？啊，这挺爱装的。对，他到处都跑。我见过好几次在我直播间里面说打 PK 我帮你噻，我跟那打 PK 他，我靠，分比不上。帮个鸡！这不就是你的理想型吗？噻，也没有吧，他那个就是跟我姐姐年龄差不多。对。我姐姐98。你不要太自信哦，哪天你真的跟你过日子的那个不一定是比你年轻，真的。也不会比我老多少。对呀。对呀。对，我周围喜欢我的都是我呀，俺宝贝时间俺来进步，俺来落尽一切给人家的，把我当成永远是当成我小小的那种。懂我吧？就是找比自己大的会过日子的，他就是啊。怎么了嘛？很好的啦，这会亮粉丝灯的。我瑞听一下他是，瑞给。哎，对的，家人们，提供给亮粉丝灯还是亮菜，或者拉粉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是我。过去。有啊，你这个等级是给谁那里上的？我都很想知道，我操！我要拉塞进入这一些。你现在没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干嘛不找啊？不碰而已。他和丁日拉姆选一个，选谁啊？那肯定选自由选的，真的。不是，然后等级比俺人的那个哇！我一下想出来，你这个等级是不是买的哦？几百块钱花了。人家养鱼，他养啥鱼啊？不用管我了，你们聊你们的呀。我粉丝比快的等级就你说18人家的有吗？直播呢，我那个对，可是他等级就快呀嘛。都谁是养俺新爬起，俺才这样跳上去就是。是的，等级没有一样。但老哈萨级等级你设计就别小，我的等级大没让直播拿等级都是我的。咱不能用等级来定义别人。不是，你得人没的，控制干了，去多还不如动手，对不对？也给，感谢佛子从儿送出来的墨镜啊，谢谢哥。44级脸色。那真是的，你看。这不是那个说亚瑟大有的呀？那不啥的绿马的那个，我啥有那个？搁直播带给不去的。哎你，不会吧，东哥呀？我们是等级，他是顶级噻。俺俩顶级是你听他说，他这说啊，点给主的给看看点的，看看没点车还用的那个。还车还用，还是全下要在那。妈的，工作你干的呀？你给多少块钱的？多少块钱是吧？俺露水吧，露酒还10万块噻，那些用的那个。哎呀，俺学是10万块钱。哎呀，谢我佛祖虫儿哥哥，谢哥。人家说不如你读呀，面嘛是。
登记我对，你家是登记，啊，登记第二对，登记地么多，走过路过那里，撑不了多久。走过路过说了，你写的，这我大概5年是不？啊，是呗。 5年4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欢迎小叔 CYY 说，太好，我爱你，还是，我和尚就是，没事没事。大家有年月记不记得我？这个压力是最大。我妈的，我有这个牛老公要的不是了。没咕噜。啊！退咕噜是1年啊，那得了，你玩笑。走了哈噻，行哥，行，谢谢哥。哎，家人们点点赞好不好？帮我多多点赞一下，朋友们能不能给？告别过去歌，帮我支持一把好不好？像不像我做红薯去吧？其实什么意思吧？都过得差不多。4个人的小星星，朋友们，家人们4个人的小星星。对呀，没有4个人的小星星，家人们。我这点个别大字写了，来顺个我没送小星星，家人们还差3个人的小星星，帮忙过一下加成来，多互动一下，家人们。跟香不甜聊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去锐评嘛。家人们，3个人的小星星有没有跟他说啊？3个人的小星星上榜了。你老家哪里的噻？来，大部队出来，354T，谢谢。哎，感谢我 P1啊。来，我们的部队出来上一个小星星。哎呀，小星星部队和谁去的？俺那个过了是俺要的月，比如说7公分的。星星看见有的人的。星星刚进来把我的嘛的，我有时候要么清晰的只有这，粉丝灯牌的是2家经理人家。来，家人们1.5倍加成。可能。感谢家人们的点赞。加成现在已经是1.5加成了，能帮的话帮你公主一把好不好？可以吗，大姐？亮一下这个你之前亮过的那个，干嘛？欢迎我墨鱼大薯条，嘎多！感谢我大姐送来的跑车，嘎多点点加成了，心动力。啊，兄们，对，期货加成了，现在已经加成了，现在加成了，兄们，拜托我帮个忙。我这边你看，我这边需要一个伴儿。什么加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你给加成票，见面的加成没个票参访有贵大概来的。当然的，等给你是了，走过路过的，谢谢美女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老公，谢谢。晓得我大概有的60有嘛没事，登记多不是？啊，理解。这么大一个对。工作地需要那些热气球在墨西哥送去，俺拉一下。这个贵不贵啊？我先问一下。经理。啊。1.520的50多块，干的，然后高干的，对。有的哦。小号再上涨。当然我不为难你了，我。一个520的，一个流是，最贵的好像就是12000，15万嘛是15万嘛是15200是。就我后面我开，啊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！就这个。啊，对啊，就这个呀。那这所有的点下来的话，那最起码得要个，你看啊，有那和这个，这个才能上。按除流除两。啊，这些全都要点吗？啊。我像刚刚点了一个，我就说了嘛，点了一个。有个3万的噻，有吗？他们就是。还是多我们教书的给没说个书的给没。好啥了吧？欢迎墨鱼大薯条。咱们其他人说，我这里边没干多。啊。咋了？
哇，先别上，那马上开始救了吧？这尤其开始一下这个。看点了，谢谢他给他我不把给他做点多，刚几米点不多，你点一下。点了2个。没搞多，没俺家的吃了啥没过去，啊，别的，还是说是。没俺的那展馆看谁点了啥的，一个那鱼。谢谢，点了3个。没搞多鱼呗，票又拿不出来的。以前卡不萨，以前你给我上的那个比那个贵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比那个便宜吧？台阶这样嘛来的，上次爬台阶这我的肯定追台阶这样嘛的。从说你这样俺家老店吧，是俺行我了，工资就想是，没点大事。还有多少？来，后面有没有大哥帮我亮一下？这个只能亮一个。阿木他不亮了吧？全部亮的话，都这特别贵的很吧？算了。刚个啥店吧，是俺那比的。37,15200，15200，然后帮你嘛，4个人的小星星有没有家人们？4个人的小星星。3万是觉得没东西，没的学的，给他查理给他那个。真的有。对面的。4个人的小星星家人们。这个钱是多少的？俺家人一个不老的，那个算。可算呀。还差3个人，家人们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部队帮忙过一下嘉诚，谢谢。帮忙这个嘉诚过一下，好不好？还不得不到。我对的，一个是不是？那很多就给不到，还差3个人的小星星，家人们。有归处，你再打个字呗。他说他没看到。现在有归处哎。哇塞，这个跟我跟这个那个一样。谢谢，还差2个，家人们，还差2个小星星。大部队的你说下，当俺牛吧。还差2个小星星，家人们。那是能不能给很多小星星？家人们，樱桃，谢谢，还差一个。等一下，大部队。你说我们这上去。谢谢，嘉诚过了呀。那现在有票的话，现在上一下，家人们。有票现在上一下，帮我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大水根部差不多有了的，我快到了7000票，8000了。谢谢樱桃，谢谢。根部差不多水有我的，他几个有的呀？我拿过来。现在1.5倍加成的家人们，能不能帮我支持一把？谢谢你们。6手他把拿过，兄弟。告别的那个上一下嘛，好不好，大姐？叫你下周用为啥？多来么说，叫来别我面上那个说，也叫的那个地是猪油点进去。叫什么来了嘛？这是也叫电子啦，对不起，钱是的。近15天。你说话了吗？行，32次。等会儿，咱们瑞比就先好了，是的。瑞比拉不拉？谢谢我榜一大姐，谢谢跟我们说，谢谢感谢的，谢谢大姐。经理。那俺给老头来是2次的，俺给那碰上。旁边有是在俺盖不没了不有个有的嘛的。这也是。
这也他那阿东就你爱对的吗？你说呢？行行，那你点展馆去吧，我跟他们那个去瑞平去了。好，那一会儿有分子出来找你。啊，有，拜拜。拜拜呀。感谢 WUG 啊。姐看一下你的手链了是吧？打错前不多兄弟，打错字了吧？你直播间哪老爹不知道姐了是吧？还是风雨有酸，俺来得关给你给，点你打他妈的点这打，你肯定是关过来，玩法退出。那也是下雪吧？在家嘛？对啊。包的，这520跟谁子一起过了噻？虽然不过来，人家出不去对不对？520是过水吧？这下说你讲俺是那过个钱，但其实俺家就对不对？过也没不去对，出不去对不对？